我係飛機本地一間Hekko 啦，飛機維修嘅一間公司，而家做緊一個助理經理啦。咁本身而家做緊呢個策劃部嘅。咁呢間公司喺香港其實都已經係有超過70幾年歷史㗎啦。咁由以前舊機場到而家啦。咁但係除咗飛機維修之外，即係我哋叫做前線嘅生產線嘅同事啦，仲有唔同嘅我哋叫做support department 啦，即係話幫手去配合啦。咁啊，因為飛機咧就大型飛機入嚟咧，咁我哋會有唔同嘅客戶啦。本地可能大家會諗話國泰航空會唔會喺我哋香港度做？香港我哋反而比較少。我哋香港嘅大型維修咧，而家就最主要就係聯合航空啦、加拿大航空啦，咁會係面向唔同嘅客戶啦。我本身自己嘅工作咧，最主要就係話會同客戶去溝通啦。因為客戶即係譬如航空公司咧，佢本身有啲飛機會嚟嘅。咁喺飛機未嚟之前，可能講緊2年前度咧，我哋工作咧就會去評估嗰架飛機究竟要做幾耐嘅時間。因為飛機大家都知啦，航空公司最希望嘅飛機係日日都飛，但係我哋維修咧就希望咧就爭取更有限嘅時間去做呢個維修，雙方面係會有一個互相嘅協調咯。因為我哋如果譬如個時間太長嘅話，航空公司覺得唔適合喎，或者個價錢唔啱啊，咁所以我哋做評估嘅時候咧，喺飛機未嚟之前，可能1-2年之前咧，已經要同客戶傾究竟要用幾多時間，要做要有啲乜嘢材料要準備定咁樣咯。本身自己興趣啦，當然如果唔係好難會入行。咁由細到大都中意飛機，好奇怪點解即係好似咁重嘅，其實好重嘅一架飛機點解可以飛咧咁樣？自己讀工程出身啦，咁喺香港嚟講揾一間工程嘅公司都唔容易嘅嗰陣時，咁咁啱啦，機緣巧合啦，咁由地勤開始又到做起，而家我喺 Hekko 都做咗19年啦已經。咁隨時有嘅會同唔同嘅客戶啦，咁客戶有陣時我哋要講好多語言啦，咁試過俄羅斯啦，好多有陣時會嘗試去簡單去同佢溝通咯，試下用佢語言去傾，咁會有好多笑話，即係有陣時希望佢代入到我哋嘅生活，我哋有嘗試去了解下佢哋嘅生活。我覺得仔細啦，即係最緊要有陣時好似興趣嚟講，可能會中意砌模型啊，會規劃一啲工作嘅嘢啊咁樣。時間上我哋會有陣時會因為飛機頭先講過啦，做維修會係好緊張嘅，咁亦都希望會接受到一個有時間限制嘅工作咯，會有壓力嘅。咁但係因為我哋團隊做嘅，咁唔會一個人做嘅，咁所以人與人之間嘅合作好緊要咯。咁大家一齊去完成一個目標，其實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。如果做維修方面咧，就其實Ivy 啦，Ivy 喺青衣都有類似嘅高級文憑課程啦。咁當然本地都有大學嘅。咁大學之後，我哋都有啲叫做大學畢業嘅課程，即係 graduate trainee 啊咁樣，都可以入到飛機維修嘅。其實我哋個工種都好多，咁所以就算係一啲可能基本嘅，頭先我講一啲叫見習學徒嗰啲咧，都會有嘅。而家其實維修始終都係好大嘅轉變，咁我哋而家其實我哋自己公司都有類似嘅一啲計劃啦，亦都有做緊一啲譬如我哋講用無人機去做一個檢測啦。喺廈門已經有一段時間㗎啦，咁香港因為地方有限啦，咁我哋做無人機嘅時候嘅要求比較高啲。點解要做呢個動作咧？首先，譬如我哋飛機有高有低啦，有啲可能有啲位置比較難去掂到嘅，即係行埋去到嘅。咁又用無人機嘅話咧，就會令到個同事本身安全啦，同埋更加去精準去檢測嗰個地方咯。咁其實香港嘅形象一直都係以一個飛機，即係一個國際樞紐去做嘅。咁本地一個維修係好好啦。咁當然未必一定留喺香港嘅，可能頭先我講過喺其他我哋公司都有其他嘅，譬如廈門啊、湛江啊都有地方嘅。咁多啲去睇唔同嘅地方咯，唔同嘅嘢咯，唔好太過限制自己。我覺得樣樣都可以試下嘅。
工程師個培訓係每一段時間可能2-3年就要開始續一個牌咁樣咯。咁所以其實我哋成日講就話做到老一路係咁學咯，一路要去考試咯。咁所以唔停㗎，所以即係怕考試就好麻煩㗎啦。咁飛機亦都有越嚟越多個新型號啦，咁變咗佢個牌亦都係要更新咯。唔單止佢本身識嘅嘢，佢亦都要學一啲新嘅嘢咯。拋開自己既有嘅諗法，因為我哋全部都要跟manual啊，跟程序去做。讀書呢樣嘢係要保持住咯。咁一般可能去到5至8年度可以晉升到工程師嘅話，應該都會有到4萬蚊以上嘅幅度。入行就比較低啲，因為本身大公司個制度即係會學習嘅嘢比較多啲，咁唔算係太過理想。咁但係從低做起咯，都係要。